OK，姐姐你可唔可以介紹下自己啊？係啊，早晨姐姐，早晨先生，我叫介紹自己，我叫 Elsie Tari，我44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3個仔，我老公做緊啲，我讀完高中學畢業，我體重70公斤，我身體管158厘米，我以前做過工人喺香港4年，照顧婆婆100歲。我識煮中國餸，好似蒸魚、蒸蛋、蒸皮瓜、蒸雞、煲湯、煲粥、炒飯、炒麵。我識煮肉，但係我唔識煮肉。我驚烤啊！我想做嘢喺香港也為揾多啲錢俾屋企人。我希望先生請我啦，我有做好好勤力做嘢，有執當咪聽先生講話。多謝先生，多謝太太，對佢睇學我拜拜。OK，好。